利。大家好。陳海聰醫生好犀利啊！除咗係一個專業嘅醫生啦，跟住佢咧仲成日咧係走去教唔同嘅課程，同時咧佢係有3個 master 㗎。咁我知道你好中意玩運動啦，玩 high roll 喎，前兩日先玩完之後，第2日仲可以朝早準時翻工，犀利。好想咧捉你上嚟訪問啊，因為咧我嘅身邊嘅文化啦，例如係我跳舞同瑜伽，未開始上堂嗰15分鐘，同埋啱啱開始上堂嗰15分鐘，都係拉筋啦，拉到盡，一字馬劈落去，一直 hold 住喎。咁你覺得點啊？嗱，唔該晒呢啲細。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就而家啲權威嘅外國嘅文獻啦，都係建議運動之前咧熱身嘅時候咧，因為主要係做動態伸展，而唔係做拉筋即係靜態伸展嘅。咁點解咧？因為好多研究指出咧，就係當你做完拉筋即係靜態伸展之後咧，其實肌動同埋肌型蛋白嘅接觸咧係受到影響啦，會導致之後嗰頭嗰半個鐘至1個鐘頭咧係個力量發揮係差咗，咁咪反而咧係增加咧係運動創傷嘅機會嘅。咁所以我嘅個文獻咧，呢10幾20年一路都係咁講噶啦，就係運動之前熱身，如果做伸展咧，係應該以動態伸展 dynamic stretching 為主，而唔係靜態伸展即係拉筋嘅。動態伸展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要有 keep 住有喐動嘅，即係等個肌肉咧唔係一直 hold 喺嗰度嘅。係啦，因為伸展本身嘅定義咧就係希望達至一個肌肉嘅延伸，增加關節嘅幅度啦。咁靜態伸展咧就係講緊去到個關節幅度最盡嘅時候停留10或者15秒以上，而動態伸展咧就係當個關節幅度去到最盡嘅時候咧就唔停留，或者停留咧係1秒以下，咁 keep 住咧去做，但係都要留意動態伸展都係關節幅度咧都係要攞到最盡嘅。冇錯，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人係會擔心啦，即係因為有啲運動例如跆拳道啦、跳舞啦、瑜伽啦、武術啦，都係要好柔軟、好柔軟嘅喎。咁所以咧，有啲係會擔心話咁我淨係喺度練緊晒，我 warm up 嘅時候，我唔拉鬆佢，咁唔會好易受傷咩？或者係我就會變到啲筋好緊，咪做唔到啲高難度動作咯。嗱，咁我首先咧，我哋大家都要對文獻有一份嘅尊重啦嚇。咁研究真係咁樣講咧，就係運動前做靜態伸展嘅拉筋咧，係可能對運動表現有反效果，甚至可能係增加運動創傷機會嘅。其實動態伸展根本上就係伸展嘅一種，都係可以令個肌肉咧達到延伸嘅。當然，即係靠動態伸展咧，平時嚟講未必足夠令到個幅度去到最大，所以靜態伸展就留翻咧運動之後去做嘅。重要㗎。而家講起咧伸展咧，我就諗起前2日啦，跟住我個 patient 咧就 WhatsApp 我話：喂，我尋晚踢足球咬咗次金嘅柴啊，咬得好金，但係我已經好醒目，即時敷冰㗎啦。但係第2日咧腫到豬蹄咁喎，跟住問我點算喎 ？Oh my god！ 哇！陳醫生，你真係同大家去普及下呢個知識啊！我已經同佢講咗話唔好係咁敷冰啊。其實如果睇翻啲文獻嚟講咧，其實10幾20年前咧都係話咧敷冰咧係有機會咧係延遲一個復原嘅。嗱，無可否認敷冰咧係可以短暫嚟講有止痛啦、消腫嘅作用。但係你話敷冰時間太長嘅話咧，反而令到咧係個發炎嘅機制受到壓抑，於是咧就令到復原咧反而慢咗。所以外國好多權威機構咧都係建議咧即係有急性創傷嘅時候咧係唔做敷冰嘅。咁而冰敷之父 Gerd Mühleken 咧，佢都係推翻咗自己之前講到話運動急性創傷要敷冰呢個嘅理論嘅。所以急性運動創傷唔敷冰係絕對可以嘅嚇。但係你話即係短暫敷冰，我又唔會完全反對，因為即時嚟講係有止痛消腫嘅作用嘅。不過個代價咧就係有機會個復原咧就延遲咗啦。延遲咗咧好唔抵啦，明明本身係想靠敷冰嚟快啲好翻。所以我自己運動急性嘅呢啲係創傷，我就唔會敷冰嘅。咁你可以分享下你自己急性運動創傷嘅時候，你會做乜嘢啊？睇翻文獻點講咧，敷冰冇乜用啦，可能有反效果啦。你話點解咩抬高隻腳嗰啲研究都話係即係幫助唔大，你話紮住咧可能有啲用，但係睇翻啲文獻都係咧，其實都係即係幫助都唔係好大，亦都唔係個個研究係有用嘅。嗱，所以我哋尊重文獻嘅結果就係唔係話做多就一定好嘅。有地方頭幾日就希望係即係當你冇咁痛嘅時候，就做翻啲即係恢復翻關節幅度嘅一啲嘅簡單嘅動作啦。咁再之後復原嘅時候做啲力量訓練啦，或者好急性創傷嘅時候都會考慮有一啲嘅運動物理治療師有啲嘅儀器啦可能超聲波電療等等啦，去有一個舒緩嘅效果。呢度我要補充啦，慢慢好翻咧就唔係真係咩都唔做喎，係足夠嘅休息係需要嘅，休息絕對係 healing 嘅首要嘅條件嚟嘅，冇休息真係冇睡眠真係咩都唔使講。不過咁講，即時休息係要，但係就唔好休息時間太長。係啦，休息嘅同時咧係要好似陳醫生咁樣講，就係逐步咧已經係翻去俾佢活動嘅，因為咧我又concern咧會唔會有聽眾聽到醫生講㗎嘛，我整親
親之後，我休息得㗎啦，攤喺度好耐，因為咧。我哋運動治療咧嗰陣，我有同學咧係翻去廣州體院同埋去山東嗰邊嘅體院度實習啦。跟住咧，佢哋係聽翻佢哋好頂尖嘅運動員喎，但係佢傷咗之後，例如係做完手術啦 ACL 前十字韌帶嘅手術之後，係真係咩傷筋動骨100日，咁就100日唔落床、唔訓練、唔出屋企。跟住 Oh my God！ 因為咧我哋學嘅時候咧就係喺notes上，學校嘅notes上係真係有提到呢啲事件，跟住再聽埋佢哋講嘅時候，我就覺得原來真係未必係每一位熱愛嘅運動人都知道，其實我哋係要喐嘅，及早就要喐翻啲關節，冇錯，跟住循序漸進嘅訓練去恢復翻佢，而唔係真係喺度100日唔喐咁樣。係啊。或者講起拗柴都提大家咧，就係其實拗柴咧都唔係一定純粹係淨係個韌帶受傷嘅，有時候咧可以有骨折嘅，個腓骨啦嚇，個掌骨都有骨折嘅嚇。咁所以咧，如果拗柴發覺係好腫嘅話咧，好痛嘅話咧，咁都要求醫啦，可以做一個嘅 X 光啦，睇下會唔會有骨折嘅。因為如果骨折嘅話，成個處理方法就會好唔同㗎啦。冇錯，身邊咧係真係有朋友咧，佢 even 係運動員啦，但係佢都係會諗可能係時間啦、金錢啦，或者係方唔方便嘅抗傷啦，跟住就話就去睇下鐵打就算啦，即刻就鐵打好似就幫佢拍翻正或者敷下藥咁樣。咁我都會提佢嘅，我唔識鐵打，所以我冇得去評論啲乜嘢，但係我會話唔希望係再俾人去扭到佢啦，例如佢拗柴隻腳，咁就因為要避免 re-injury， 避免 further 嘅更加嚴重嘅 injury 啦，同埋係真係咧，其實好多嘢係睇唔出㗎個傷勢。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可能其實佢係比想像中嚴重嘅，所以最好真係去照翻 X-ray 啊，呢啲就會睇到啲骨咯。咁跟住進一步，如果即係 ultrasound 啊、MRI 呢啲就可以睇到啲 soft tissue。係啦，因為我都遇過唔少病人拗柴咧，其實佢都唔係腫得好緊要，唔係痛得好緊要，一出發現係有骨折嘅。所以大家呢方面都要留意。好好啊 Doctor Chan， 今日嘅知識係超豐富嘅，感謝你。唔該。咁我哋咧嚟緊一系列咧都會係關於運動嘅，咁如果你對運動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多多留意呢個 channel 啦。拜拜，下次見。拜拜。